OK，屬虎嘅朋友你好。2026年所謂擴張同行動之年，首先要諗下2026年啊，會點樣起你入心？點樣點起你心裏邊嗰團火？真正嘅虎，真正嘅老虎咧，唔係靠衝，而係識得點樣帶住目標去行。總結嚟講，2026年係丙午年，屬火，所謂火生土，木生火。所以對於屬虎朋友嚟講咧，係一個充滿動力同機會嘅一年。喺一年所謂合太歲，代表支持、合作、曝光同發展。你嘅氣場當然會強啦，人緣會更好啦，魅力更加高，事業同人際上會比以前更加容易個吸引機會。但係火馬能量節奏快，熱情之餘記得要平衡，唔需要照要證明自己，而係需要運用自己嘅力量。當你知道點樣去邊度行，2026年會係你突破同擴展嘅一年。好啦，咁我哋喺呢條影片裏邊咧就分開8個範疇去同你分享下屬虎朋友2026年嘅運程如何。第一就係自我填本，所謂 SWOT analysis。我有句說話就叫順勢而行。點講法咧？就係話2026年勢頭好似好強，創意好似好多，靈感好多，機會更多，但同時間會容易分心，同埋可能會真係實在行得太快同埋太多，所以力量係要收翻去個集中點咪焦聚點，咁先至有效。如果你將個速度變成準確度，結果會唔會更加強呢？大家諗一諗。OK， 屬虎嘅朋友，但係你嘅優點就係勇敢、有領導力、有魅力，而另一方面弱點就係話急躁同埋太相信直覺。有啲咩機會可以諗下？就係話擴張呢個市場、合作、曝光、旅行。你嘅挑戰喺2026年就係話可能會太多方向，比較少時間休息。所以3個建議可以分享俾你哋嘅屬虎嘅朋友就係話，第一就係每季定一個重要嘅目標，集中火力做到最好。第二就係用合作代表競爭，代替競爭，團隊會放大你嘅影響力。第三就係當你做決定之前呢，俾自己幾秒深呼吸，諗一諗，想清楚，然之後先去做。你諗下，如果2026年你係為咗清晰唔向前走，定係為咗呢個逃避而更加忙？大家諗一諗啊！好啦，喺第二方面叫做感情同人際。我所謂火馬年會令你更加吸引，但係亦都可以同時令你容易令人氣緊。點樣講法咧？人會俾你嘅能量吸引，但同時驚你嘅氣勢太強，驚咗你。所以點樣學識用溫柔去帶領同埋引導，唔需要用壓力去推人做嘢。咁問題就話你想人係想俾人明白你啊？你想渴望人係明白你啊？定係你想去明白人呢？所以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虎朋友。第一就係話，喺未講你意見之前，先講感謝，先講多謝。第二就係情緒高漲嘅時候咧，記得唞一唞先至回應。第三就係俾人加空間，自由會令到佢哋更加愛你。所以話，如果你以真誠代替主導，諗一諗喺2026年，你身邊嘅人會唔會同你走得更近？好啦，第三方面就係健康，記得保護你嘅能量庫。火旺會令到木氣太強，容易發生火災。瞓得唔好或者太緊張，所謂身體要運，節奏要慢，攞翻個平衡點啊！平衡就話唔一定要做少啲嘢，可能休息會更加好。咁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就係話安排休息嘅時間，唔好一日塞滿晒所有要做嘅嘢，自己透唔到氣。第二就話食得清淡啲，降火嘅食物。第三就係唔好俾咁多壓力留喺身體裏邊，可以運動啊，或者用下瑜伽啊、呼吸練習，可以乜都得。OK， 所以如果你將休息當為一個你嘅領導層啊，你諗下2026年你會提高自己嘅效率咧？大家諗唔諗啊？第4，家庭穩定係嚟自存在感。
點講法咧？就係話2026年嘅屋企會有一啲需要你出聲同埋做決策嘅時候，但係你嘅力量就唔係控制你屋企人，而係需要冷靜。咁你點樣可以用平和嘅心去帶領你嘅屋企咧？而唔需要呢個聲音去話俾人家聽，一定要咁做，一定要咁做。所以俾翻3個建議俾大家屬虎嘅朋友。第一就話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專心聽，唔好分心掛住睇電話或者睇電視。第二就話用傾偈嘅時間去代替說教，即係話傾偈，唔係話同你講你需要做啲乜嘢，你需要做啲乜嘢。多啲創造回憶，唔一定要完美嘅情，但我俾翻個溫暖嘅回憶俾你屋企人。諗如果家裏邊比較多包容，少啲錯，咁氣氛喺2026年會點樣嘅咧？大家諗一諗。第五就係話財運。好啦，2026年嘅財運旺啊，屬虎嘅朋友，特別係曝光合作海外市場。但係所謂錢嚟得快，都會使得更快，所以要有呢個結構性嘅策略先至可以穩住你嘅財富。咁叫財富點樣先可以代表自由咧？係咪嚟自於壓力咧？咁第三個建議俾翻大家屬虎朋友，第一就係話開拓多元化嘅收入，唔好靠單一來源嘅收入。OK， 控制情緒嘅消費，即係話唔好用情緒去控制你要使啲咩錢，使啲咩錢，諗一諗先。同埋投資一啲系統啊、工具啊，或者 even 去投資喺導師嘅身上，從導師學佢經驗啊，同埋個策略。諗如果你賺錢嘅方式係有節奏唔急躁，你會唔會使得咁？啲錢會唔會賺得更安心？好啦，第6方面就係呢個事業同埋生意上，火馬年會將你推上個舞台，所以你嘅表現啊、講話能力啊、領導力都會俾人家留意。呢一年咧要學識聲勢容易嚟，持續要靠節奏。2026年。理想日記記得你啲乜嘢咧？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，做提升聲譽嘅項目，唔好淨係為咗揾錢去揾錢。第二就係提攜後輩，擴大你嘅影響圈。第三要識點樣放權，令到你個團隊運作得更加順。諗一諗，如果2026年係你嘅舞台，你想演一場咩戲咧？好啦，第7方面我哋講內在嘅環境啊，所謂快中求穩。喺2026年嘅世界節奏快，變化多，但係呢啲正正係你嘅主場。所謂關鍵係好奇，唔係焦慮。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可以喺呢個動中保持定，動當中保持定。OK， 咁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就係話跟呢個跟進行業嘅趨勢，時間就係你嘅優勢。第二就話多啲出去行下交流，同埋擴闊眼界。第三就係建立每日嘅例行，令到個心更加安定。咁咩習慣可以令到你喺世界入面仍然可以穩紮穩打呢？大家諗諗。好啦，當去到影片嘅最後，我當然不能夠忽略呢個自我成長嘅 part。好啦，所謂燃燒出自我嘅火。2026年係關於呢個真誠領導一年，唔係話要講大聲，而係需要講幾清楚。你要證明嘅嘢，其實上唔需要再證明。真實嘅你係咪已經夠亮？呢個就係個問題，你要自己諗諗。3個行動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就每個星期寫低一個體會，唔好話俾人聽我今個禮拜做過啲乜嘢，諗一諗我學過啲乜嘢。第二就話身邊有啲會刺激你思考嘅人，邊啲人呢？究竟係？第三就話練習謙虛，火會燒得更加耐。所以如果你用個知代替義氣，2026年你會變成一個點樣嘅領袖呢？好啦，咁啊，當到影片去到埋尾嘅時間咧，等我去總括一番說話咧，總結呢個影片嘅一個分享啦，就係話2026年節奏快，但係呢啲嘅節奏其實係屬虎嘅節奏。真正嘅力量咧，對屬虎朋友你唔係衝，而係要知道幾時停。當你嘅火被意識引導，
就冇人可以阻止你。所以帶住信心，保持節奏，表達你嘅熱情，但係記得翻返去自己嘅中心。火馬年2026會獎勵有覺知嘅勇氣。咁等於如果你想知道你2026年係幾時最啱出手啊、轉型啊，同埋呢個開拓你嘅事業發展嘅時機咧，可以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Chat Destiny Architect， 我哋一齊將呢個醒覺變成行動，將時間變成影響力啊！我哋下一集再見。